我身邊啲朋友都俾咗好多片我睇，咁而家無論係香港嘅 YouTuber 也好，又或者泰國嘅 YouTuber 也好，個個都攞佢嚟講。咁但係最重嘅就係話呢一個嘅，喂，之前講咗話緬甸會地震喎，會影響埋泰國，最初冇人信，咁結果而家就中咗啦。恐怖在線，返去舊時嗰度。翻去舊時嗰度，期待已久嘅訪問終於出現啦！喺我身邊咧就有呢一位咧，而家咧非常之出名嘅泰國嘅語言家咧，就Mobleye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好啦，我好想問下阿Mobleye，其實佢呢個語言係為咗點樣嚟？耶羅王หรือ地藏王菩薩。哦，閻羅王。一開頭見到嘅時候咧係好大隻，同埋會感覺到佢咧好熱嘅，因為好多火喺身邊咁。哦，你見到地獄係點樣嘅咧？เทียบง่ายๆเลยค่ะอยู่ในหม้อต้มยำกุ้งพี่นึกว่าหม้อต้ม冬陰功，我聽到啊，冬陰功。可唔可以形容下細個時候見到啲咩鬼咧？嗰陣話咧，細細個已經見到好多啲靈體啊，咁咪喺一啲嘅電燈柱下邊也有啦，即係着學生服嘅也有啦，咁佢可唔可以講下第一個得到嘅一段語言嘅信息係講啲咩嘅咧？記得嘅咧就係 MH370。你見過 MH370啊？咦，可唔可以講下呢個飛機你夢到係點樣嘅？即係佢知道係揾唔到嘅，但係知唔知個原因？但我想問下Mobleye有冇見過呢一本書咧？佢有冇聽過呢一個語言咧？咁佢都話佢都有講緊7月8月都係日本，但係就冇講到話香港。咁會唔會引起日本死傷慘重咧？เยอะ